嘉义市文化局甲法务部为2016年合作推动活化古建筑以修代组的方案。伫嘉义古建筑的边仔有一寡真久拢无人咧住的宿舍，今年阁开放10间，要互民间提案整修、进驻，也阁有经营。若是有通过审查，会有60万会当来运用，是啥未少民众来探问。小界无人住的房舍空间甲修理的条件。嘉义市文化局伫初9即天举办嘉义旧家校宿舍第4期以修代组的说明会，提供1档整修5档经营的条件，希望把这个旧宿舍群活化再利用。要租户大概要60万的一个修的一个费用，它就可以使用5年，但是前提是不能做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作为。主要考量资金的成本跟时间的成本嘛，那有一些真的要投入的太多了。那个就可能条件就不是很好。2016年旧家校宿舍群头摆举办以修代组的说明会，迄当阵只有10外人来参加，今年增加到70人。合作推动宿舍整修的学者讲，这段时间民间投入的力量已经看到效果。它只是一种现况的修缮，是一种止血，也是一种保温。所以其实我们在依据现况上面做轻微修缮的这种容许度，其实是放得比较宽松的。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，是可以尝试考虑进来修理这样。文化局表示，第1期到第4期已经开放20户宿舍，予民间来整修进驻。未来阁有大约10户到20户的宿舍爱整修，已经有争取经费来修复，所以无一定会开放以修代组的方式。会看第4期运作的情况，才阁来拍算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